香港，觀眾幸運，東亞加油打氣 ，Let's go 東亞 ，Let's go 東亞 ，Let's go 香港 ，Let's go 東亞。頭先最後嘅 pose 係點樣㗎？可唔可以做多一次俾大家睇下？唔該。好 ，hold 住個 pose， 好多陣先，等我哋啲攝影師同我哋影緊張相啊！你1、2、3，可唔可以再俾一次嘅掌聲？我哋台上面咁多嘅朋友啊，好精彩嘅演出。好，唔好走住，唔好走住。呢個時間咧，想請埋咧就係我哋今次嘅教練就係孫俐小姐，一齊上台影翻張合照好唔好啊？同你呢一班嘅學生，唔該。哇哦！再俾一次掌聲，台上面咁多嘅朋友，相當之精彩嘅演出啦嚇！好，請大家唔好走住喎，唔該晒，好嘅 ，thank you，大家唔好走住啊！我哋咧先睇我哋，好，我哋企後少少先啦，好唔好啊？企後少少先，想同阿孫俐小姐呢，孫俐小姐 ，hello 你好，我哋同阿孫俐小姐咧傾下偈先啦，麻煩你同前面啲咪啊，孫俐小姐唔該。好，我哋企喺後面先啦，好唔好啊？我哋企喺後面先。Hello 你好，同大家打個招呼好唔好啊？同大家 say hello 好唔好啊？大家好。俾掌聲孫俐小姐，我哋今次一個嘅教練啊嚇，相當之精彩演出。嗱，我知道咧今次咧就同好多嘅家庭咧一齊去表演呢一個項目啦。其實喺教導佢嘅時候，個感受係點樣？感受是怎麼樣？啊，這樣，因為我是第一次來香港，第一次和我們的 family team 合作，感受非常的嗨啊！好嗨，好開心。好嗨 ，baby 非常可愛，好可愛嘅小朋友。Daddy 媽咪非常的認真，好靚仔靚女嘅一班嘅爸爸媽媽咁樣。對。然後呢，我就是感受到大家對我們的香港東亞運動會的熱情，就融在我們的啦啦隊裡面，非常的棒。有嗰種嘅熱情，有嗰種嘅心喺度啊！我想問下，教佢嘅時候有什麼難度咧？難度算咩？會唔會好困難咧？因為我們是各個家庭，8個家庭。8個家庭。9個家庭。9個家庭喺度嚟。對，因為大家時間比較緊促。對。因為有好多家庭可能在周末的時候沒有時間有事情去做，這樣大家克服所有時間的困難，好不容易聚在一起，然後大家一起努力，把最後的成套動作做完。大家覺得好唔好睇啊？好唔好睇？好睇嘅話，俾啲掌聲聽下得唔得啊？相當精彩演出好啦！呢個時候想咧問一問咧我哋啲家庭朋友啦，想問下阿劉生，呢位係劉生，係咪劉生啊？劉生嗰位，劉生，我想問下你哋出嚟傾下偈先啦，劉生。點解會參加今次呢一個嘅活動嘅？呢一個嘅即係一個表演咁樣嘅咧？劉生企中間咁怕醜咁樣咁靚仔，你睇你幾靚仔啊？係啦，點解會參加今次我哋呢一個活動嘅？支持東亞運動會。支持東亞運動會，有冇啲咩説話同東亞運動會一班嘅建議打氣咁樣嘅咧？努力加油！努力加油！唔該晒劉生，俾啲掌聲啊！劉生好嘛 ，thank you。好啦，另外咧，我知道有位先生係高生係咪？邊個高生？高生嚟啦！你好，高生，你又點解會參加今次我哋呢一個嘅活動嘅咧？東亞運動會要支持啦，要熱烈支持啦！你自己會唔會支持啊？我一定會，一定會。咁有啲咩打氣嘅説話咁樣咧？你自己又加油打氣！加油打氣！我想問下喺今次嘅活動入面咧，我哋呢一個嘅訓練咧，又話孫俐小姐咧教你哋啦，有冇同小朋友之間嘅溝通多咗咁樣咧？個距離近咗好多。係真係係嘛？同埋大家
家即係我哋 friend 咗咁樣啊！你自己咧會身手好似都敏捷咗咁樣咧，會唔會？覺得年輕咗。年輕咗，好唔該曬俾啲掌聲啊，高生，我哋叫唔該。好，跟住另一位朋友想同你傾偈，李太邊位李太啊？李太，邊位係李太？好啦，係啊 ，hello， 傾下偈先，你好啊 ，Auntie， 你好靚啊 ，Auntie 流晒汗 ，Auntie， 好。傾下偈先啊！點解你又會參加今次呢個活動咧？支持東亞運動會。支持呢個活動啊嘛！咁訓練過程，我想問下蘇麗小姐教你哋嘅時候咧，做乜時候啊？做咩？做乜事啊？你個女啊 ？OK， 我想問下喺今次嘅訓練嘅過程咧，辛唔辛苦啊？辛苦㗎。但係好開心係咪啊？開心。好開心！我想問下，今次最難跳頭先嗰隻舞係啲乜嘢咧？最難跳嗰啲，我哋已經 cut 咗啦。最難已經 cut 咗啦，因為頭先嗰啲即係已經係，因為咧我知道咧就係喺每一個嘅禮拜週末嘅時候咧，你哋都係咁樣訓練啦。會唔會同你講喂做乜時候啊？我女，呢個女比較頑皮少，女同你個溝通會唔會都多咗咁樣咧？係啊。都係㗎係咪？再俾一次掌聲我哋好唔好啊？嚇，唔該晒，好啦，好咁多位我哋喺蘇小姐我哋先企喺後面少少好唔好先啊 ？OK。